2026年嘅第一擊，美軍無選突襲加拉加斯，執擒委內瑞拉總統。Trump 宣布美國正式接管全球最大儲油國易主。對美國嚟講，一直煩擾嘅係通脹問題。今次美國主動行動，目的好明顯係為美國嘅核心通脹打下嘅政治任務。喺軍事同埋經濟上，委內瑞拉係講唔上嘅威脅。但係近日委內瑞拉總統同中國外交官員會面，引起美方嘅高度關注。今次嘅突擊，一方面取得石油，另一方面對中國打面，一石二鳥行動，令原本流向中印嘅石油優先權轉到去美國，有利美國嘅石油業。未來我哋更要關注嘅係油價會唔會大幅降價，同埋美元會唔會借勢衝高。因為每當美元確立升勢，往往都係對股市不利。中俄兩國未來嘅行動必定會從軍事國防着手，加強反恐技術軍費。雖然動真貨嘅機會唔大，但大機會出現嘅係貿易反制升級。可能呢一次嘅突擊只係2026年嘅開幕。呢次國際間高度重視資源由一個霸權到另一個霸權接管，到底會係更好定係冷戰嘅導火線呢？